走进淡水鱼博物馆，馆主何公照滔滔不绝细数台湾丰富的鱼种。目前有差不多有8种，就是台湾特有的，而且是濒临绝种的。20多年来，何公照到处搜集稀有的台湾鱼种，耐心富裕，为的是童年时一家人曾经受过鱼儿的恩惠。以前是很多鱼可以抓啊，对，抓到后面没有鱼好抓了。以前是他照顾我们。 现在就是我们照顾它。在何公照细心照顾下，难得一见的传统客家守护鱼狗呆现身在我们眼前。这个鱼啊，以前我们客家人都喜欢放在井里面，它可以吃一些昆虫。体型娇小的青酱鱼原本栖息在稻田间，因为自然环境改变，已濒临绝种，让何公照万分不舍。而且现在有人喷药啊，以前的是没有喷药，所以只能长在稻田的里面，青鱼就没办法。像沟渠里面，对。 就说我最主要希望就是说，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说没有人没有鱼了。用心保护鱼种，何公照只希望有一天漫步田野间，能再见到鱼儿满溪流。乡下来去散步，乡下来去散步，乡下来去散步，一起去散步。对。乡下来去散步，乡下来去散步。